文化部对去年底开始推动台语家庭计划，根据统计，目前第一阶段有3748个台语家庭注册。关注台语的民间团体认为，若准备复振台语的使用环境，这培养语言意识就真要紧。台语文创园园区19到20这2天呢，拢举办着这台语意识培育课程，对台湾的历史发展背景来看国家语言的发展过程，甲目前台语传承遇到什么款的困境。国语讲的是倒一种语言呢？过去台湾伫日本时代甲国民政府时代的威权统治之下，强制甲日语甲华语叫做国语。虽讲台湾伫2019年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但是有部分的民众也是惯势干那甲华语当作是国语。长期注心台语发展的关怀本教基金会认为，推广母语语言意识的基础爱拍好在上要紧。什么叫做国语？所以这个吼，因为大家拢无咧注意，都说啊，就自然啦。哦，即摆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但是到底即摆这个法已经透过遮侪年啊，有偌侪人知影？可能嘛是抑个足侪人唔知影，包括这个世界母语的，嘛抑个足侪人唔知影。因为华语是强势的社会主流语言，会晓台语的人口一直在流失。文化部去年底开始推动台语家庭计划，中华台语文园区嘛配合活动，举办台语意识培育课，请侪民众来参加。有一世人讲台湾话民众自头开始学罗马拼音，但是嘛有囡仔拄着同学无人听有台语的困境。2当前，我对罗马字完全拢唔捌，对台语字嘛拢唔捌，就是接读接看。伫厝内讲台语，啊，伫学校因为同学听无，所以就讲华语。一般咱讲到本土意识，咱拢会感觉讲这是一个足严肃的话题吼。其实，那以我的理解，我感觉这根本就唔是一个意识，这本身你就是家己有这个感觉，对咱对这个土地有感觉。语言就是会当代表你的个性，代表你是啥物人。周清玉呼吁时代爱改掉越头症，对囝儿时势开喙讲台语。伫工课场、学校、店头这类所在，嘛拢应该加讲台语，才会当复振台语的使用环境。也若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原本第一阶段伫2月28结束，即阵文化部也决定1点活动延长到3月底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